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二沙島。全網首發喺萬國 CBD 呢邊咧，又有一個新盤亮相啦。敏捷金湖1號呢個盤嘅面積嘅話咧，係做緊98方到148方嘅4房產品起步嘅。入門口嘅位置咧係依然保留咗個800庫啦，而且呢隻產品嘅話咧，使用率非常之高，整體嘅得房率咧係去到%。呢度咧係一間房嚟噶啦，再睇翻我哋嘅客廳，非常之誇張，整體開間係6.6米，而且係冇靈動空間嘅情況下，6.6米嘅客廳開間真係好大氣噶啦。而且我哋距離地鐵站咧大概係800米路程，直線距離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市港路嘅3站可以翻到琶洲，4站可以翻到珠江新城。我講緊嘅話係快線，雙陽台嘅佈局嚟噶啦，實用率嘅話咧非常之高，而且整體嘅舒適性咧亦都係好好嘅，因為咧佢係可以話係湖居生活嘅一份子，旁邊咧就係1630畝嘅一個金珊瑚公園噶啦。除咗有小區之外咧，亦都有我哋好大嘅一個天然氧吧喺度嘅。咁如果話你對呢個產品有興趣嘅情況下咧，你不妨再過嚟睇下呢一個主套，空間感非常之誇張，成個酒店咁樣嘅。你睇下。成間房咁大，咁月底嘅話咧，應該就會開盤噶啦。咁目前嘅性價比，我覺得係有嘅，而且係一個驚喜價。有興趣嘅，關注我團，帶你過嚟睇。